年尾聚会是愈来愈多，不过要提醒这餐饮业者，就要注意咯。伫咧花莲有一个餐厅接到一个诈骗嫌犯，假作是学校的教师，敲电话来要订桌，佮指定要食某一间的跳墙。这餐厅的业者就照对方提供的资讯去联络做跳墙的厂商，方要求爱先纳17万块定金，所以餐厅的业者就起嫌疑，报案果然是抓到一桩诈骗案。 为着要准备某一个学校林老师12个订桌，餐厅头家透早就出门采买，结果伊阁接到对方的电话，请头家向指定的厂商订35盒佛跳墙，所有钱再做伙餐后结算。校长就说到时候吃完饭跟长官一起给他们送礼用的啦。哇，那比较贵呢，因为我有问到厂商啦，厂商好像有比较便宜一点的，你可以接受吗？ 因为校长就规定的指定我要买这种的，因为他之前都有买过的啦。 餐厅业者照提供的电话接洽，对方叫伊先汇175000块，头家请林老师先汇1/3的定金，结果一直钱，互头家感觉有问题，赶紧打电话到学校查证。对方那个老师，他讲话的口音就很像不是我们台湾人。哎呀，我就打电话去国风国中，有没有这个叫做林茂华的林老师？结果电话接通了，对方说没有这个人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是遇到诈骗了。 警方表示，最近拄是买月期间，不少餐厅拢会接到订桌的电话，呼吁业者接到这种身份的电话，拢爱搁再确认对方的身份，尤其是避免先付钱。业者发现对方谈话带有口音，惊觉有异，随即向派出所报案。警安分局呼吁，诈骗手法日新月异，提醒民众若接获不明来电，务必小心查证。 虽然无互骗过面，毋过头家准备的2道菜嘛拢了去，损失虽然敢4000元，毋过业者愿意用家己的案例，互同业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